各位街坊老友，而家高血壓、糖尿病呢啲慢性病越嚟越常見，好多人都話病嚟如山倒，但其實慢性病同細胞營養缺咗有好大關係。今日 Uncle Wong 就同大家拆解下點樣從細胞基本營養做起抗慢性病，有個秘密武器。USANA 佢哋產品技術連美國國家藥典 USP 都收錄咗，夠晒權威。首先要搞清楚，身體成日都靠數兆個細胞運作，慢性病就係細胞長期餓住或者受傷搞出嚟㗎。比如細胞缺咗抗氧化劑，就會被自由基攻擊，血管器官慢慢退化，缺咗維生素 B 群，代謝亂晒，血糖血脂都失控。所以補充細胞需要嘅精準營養先係根本，唔係亂食補充品就得㗎。喺呢度就要提USANA啦，佢哋最叻就係搞細胞營養技術，仲有個專利叫 Intelligence， 話明係細胞信號強化因子，可以直接指導細胞做嘢，激活膠原蛋白生成，對抗老化，仲幫細胞抵禦損傷。仲有個 Olive 橄欖精華專利，係地中海飲食入邊嘅健康秘訣，抗氧化力好勁，幫細胞擋住自由基侵害，精力都會好啲。最犀利係 USANA， 唔止技術叻，連美國國家藥典都認可佢。USP 美國藥典有185年歷史，全球130幾個國家都睇佢標準，美國嘅處方藥都要符合佢要求先有得賣。USANA 有足足11款產品入咗 USP， 仲有 FDA 註冊廠房 GMP 製藥級生產標準，從原料到生產都執着檢測，冇雜質又夠純度，醫生都會參考佢哋產品㗎。可能有老友問，食咗就唔使睇醫生？當然唔係。補充品係幫手，要配合飲食均衡同作息，但揀啱補充品好重要。市面好多產品淨係吹水，有效成分唔夠，仲有雜質，其實都只係食品級別。USANA 有 USP 撐腰，技術又針對細胞保養，等你保得安心有效。產品生產線已經去到藥品級別嘅生產線。最重要係長期服用，都絕無毒性成分，安心服用。最後 Uncle Wong 總結，對抗慢性病千祈唔好等發病先做嘢，從而家開始補足細胞營養，揀 USANA 呢啲有權威認證、技術過硬嘅牌子，配合好習慣，細胞健康咗，身體自然硬朗好多啦。